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6，诗篇104篇1节安尼讲：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至大，你用尊荣威严做三称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尊荣威严做三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全知的至高上帝，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我们来高举甲称颂你的名，主啊！既然有窥视的，拢要出声来学习你奇妙的作为，主啊！无人会当甲你比，只有你是伟大，只有你有大权能，主啊！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。你建立地，地就长长直直。主啊，世上一切拢要过去，总是你的慈爱永远直直。主啊！我的心要称赞你，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至大，你用尊荣威严做三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